今日分享一下3歲小朋友最鍾意收到嘅利是，就係小財神。咦，小姐拜神啊？好嘅，拜得神多，自有神庇佑啊！我嚟。求神，求神，求神，求親友，求媒人，求觀音見直愛神，同小姐你成為情人，一芳心即刻過問。書生真係過分，出口得罪我神，講笑搵第二個笨，你話成襯係搵鬼襯。哈，小姐你罵人夠道行，書生咁巧不是人，畜生突然覺偷暈，要等你充電至有癮。三生真係無幸，專登出嚟拜神，撞鬼撞着你，快投胎去冤鬼陣。小姐為何笑吟吟？當然碰到心上人，天仙下凡教壞人，睇得我心動腳震震。重得好過分，你真得個恨。嘿，你話明冤家人屈解救，變入變咗心。話明係靚女講小事細原因乜你都信，明明扮天真，你又實在唔笨。呢我係夠天真，俾你偷呃拐騙，亦係緣分。咦，小姐拜神啊？好嘅，拜得神多，自有神庇佑啊！我嚟。求神，求神，求神，求親友，求媒人，求觀音見直愛神，同小姐你成為情人，一芳心即刻過問。書生真係過分，出口得罪我神，講笑搵第二個笨，你話成襯係搵鬼襯。哈，小姐你罵人夠道行，書生咁巧不是人，畜生突然覺偷暈，要等你充電至有癮。三生